伊是一个有梦的少年家，伊伫外地读册拄着足侪问题，坐伫教室内底想，正是无路改善，考虑爱继续读册，还是开始找工过？伊问天公伯爷，敢有别条出路？伊有能力为着趁钱，还是爱出国？想想了后，伊放下伊的理想，开始摇头。未来茫茫了了，相对拄出社会找工过。顾虑就是三顿找无过找，若是有亏紧做。今麦我苦做，竞争伊去应征，会是讲伊工课做认真，拜托一个。清楚，拼来拼去，也是要买起都市的厝。看一个手表，毋知搁爱拼偌久。天公伯爷车，只是一条生路地主，无求成功，只求过着腹肚。为了是一对新婚家庭，也在顾虑囡仔大汉伫什么环境。今麦空气做歹，经济做歹，烦恼东，烦恼西，烦恼教育，烦恼囡仔讲的学歹。感觉无来，阮这大人拢无要紧。天公伯爷请甲阮较公平，保庇阮的家己实现一点关心地主直接困求。只要你有听去，伫这个社会需要关心孤大老人，伊的囝儿拢厝外真的失去老伴，伊孤大一人将所有放下，逐工拢会徛到门口等你回来叫伊一声。逐工对天公伯爷讲，我会自己坚强，安尼较会当大家转来团圆日子，所以衷心保庇囝儿身体健康，台湾万事如意。我是一个台湾人，请天公伯爷保庇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，每一届的考验，甲今仔日的你。我是一个台湾人，请老天保佑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考验，跟今天的你。我是一个客家人，请天公伯保庇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、每一个考验，佮根本的人。跟嘎扎里西洋啊拜完，伊妈咱们给俩人，但都莫俩夫妇俩嘎嘎，爱抓一台湾啊那边国大买台大生生啊，我俩说把个零一，爱抓买台大生生啊，是把个俩个俩大那们，我俩说把不必注意啊们。